幫到我，因為我係考完 DSE 之後搬入嚟，咁自己又想繼續讀書，咁因為要交租啦，咁呢度要揾工啦，所以就咁青年宿舍都會幫我去揾工啦，咁而家就喺會所做嘢，係啦，咁可以分擔我嘅壓力咁樣。係一個好溫馨嘅 area 啦，因為平時你返工放工或者你放學返嚟，咁都會有導師同你傾下偈咁樣，即係關心你，即係未至於話返嚟就係為咗休息咁樣咯。而家做嘢目的係為咗累積經驗啦，亦都係為咗儲錢啦。因為我呢度住滿2年，我就要搬出嚟咁，所以就要準備一嚿錢去畀你去租屋啊咁樣。當我儲到一筆我認為自己足夠嘅錢，我可能會讀翻書咁。譬如話我中意做運動咁，可能會讀 coaching 咁樣。咁好多謝 ECH 喺我最需要搵地方住嘅時候接納我啦，即係俾我入嚟住啦。咁喺呢度住咗5年，當中係我讀書啦，又而家做嘢咁樣，有2個階段。咁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嘅回憶，都識咗好多朋友。咁喺度都好開心啦，係啊，好多謝 ECH 係咯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